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的9月初9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又一再挖进来扰乱，咱国的空军发出24摆警告的公布。来讲空演文教集团的董事长李万杰出国倒转来假开的期间，却出门死假去。新北市卫生局处分伊罚金50万。美国加州树拿拉野火倒卖离今年已经烧去将近1/4的台湾这么宽的范围，打破英国纪录。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无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目前病例总人数依然是495个。指挥中心嘛，甲越南调整做低风险的国家，甲香港调整做中低风险的国家。个另外第485个病例入境无病症，过10天才诊断确定，这款情形有较特殊。加在这当中也已经出院人复原了。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近1个礼拜来，大概几乎每天都有境外移入的案例哈。那今天没有哈，那所以我们到现在是495个案例。好，那另外呢，我们大概这2天对于我们的低风险跟中低风险的国家，有做了一些调整，没有移出的，最主要是把越南又本来是到中低风险，现在又移回到低风险。好，那香港本来是从中低风险已经移出，那现在又把它放进来。好，大概就是低风险总共有15个国家，那中低风险有4个国家，就是我们的485号的案例485号的案例。他这个案例呢，大概就我们来讲，就是说他从8月5号从美国返台探亲那入境一直没有症状。那10天，他8月15号接受地方卫生局的采检后确诊，个案已经于8月27号出院。那时候其实已经不具有传染性，所以在这个情况，请大家可以放心。经过来讲，早起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又搁飞越台湾海峡的中间线来扰乱，甚至可能搁有逼近金门四周围的半空中。咱国的空军尚无发出24摆警告的公布，要甲对方赶开。下晡国防部证实讲，早起确实有真侪只中国军方的飞机飞来到咱西南边，空军拢有有效应变。另外说明讲，若解放军包围东沙岛的风声，这阵消息确实是无影。我们这边基于空军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相关的职责，我们对外能够做表述的，还是针对相关的这些情况，我们会持续的运用联合勤监侦的这些作为呢，我们会持续的强化我们对海空域的相关的来严密相关的这些监侦的作为。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呢，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况。对今仔日早起7点开始，中国的飞机就有的飞悬，有的飞低，自1500公尺、4000公尺、7000到9000公尺，拢有飞机来挖进海峡中间线，分明是要扰乱。拄当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这礼拜就要开始试验新型的火炮甲飞弹的性能，尤其这2日透早试射的关度佫是无限制。这当阵中国的飞机来逼近，时机确实真敏感。总是空军也表示讲，海峡四边、海面甲空中的变化，一切拢有掌握的。再来讲，2007年国防部掠7亿外预算，甲良德造船工业吩咐20只性能较高级的海洋快艇。结果，当桃园地检署所查明讲，良德公司的负责人通透当时军方内底情报参谋官甲采购官2个，拍销拢总加管1亿外，船只验收阁有10几项欠点，但已经以贪污罪起诉3个当事人了。国防部为了要保障航特部2千亿建立。2007年开始，开7亿7000多班，向龙德造船采买20台高性能快艇、海洋快艇。抓传出负责人黄秀珍涉嫌甲迄当阵的政参官赖传财，也个采购官蔡心组顶人交结。伫第一只原型艇验收时阵，内面难不实的油料、能源、武器所在等数字通过验收。了伫咧买19台快艇时阵，又个瀑布1亿1000多班的预算，同地检署一者。
过办公共记载瀑布计价贪污等罪名起诉3个人。主要在我们的金马外岛，还有像澎湖外岛这些地区，那因为这些都是小岛的部分，那所以不适合由大型的舰艇来执行任务，协助像海巡署他们在周边海域的巡逻，要执行特战任务的时候，那当然也可以支援搭载，比如说潜水人员或者是特战人员。检方调查，军方原本要求海洋快艇爱人载10个人，2零机炮加5零机枪。快艇含油料的总载重是5490公斤，验过农场所提出的原型艇总载重只敢3802公斤，也就是讲，快艇若油装满了，无法度满载人员，无法度符合做人的需求。验过罗团仔刷涉嫌放水，和原型艇通过验收，国军每下买19台，验过农场甲每一台快艇的计价增加到2800华班。罗团仔刷新组配合修改契约，普遍上1个预算。日军航特部需要伫咧验收时阵发现有11项缺失，代志才表出来。陆军尊重司法登审的权责，将会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全力配合调查。验过案件转送同地检署侦办时阵，才经过5遍的无起诉。高检署最后直接命令桃检依照贪污罪嫌加4人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罪嫌提公诉。国防部回应，涉及违失的人员拢已经退伍，若是有违法的行为，会依法依约来追究，维护国军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台湾民众党举办正肉精使用规定的公听会，现场有公共卫生的专家希望政府都要加研究老大人甲有心的负责人，体内若肉多巴胺吸收伤过济，对健康有啥影响？农民是要求讲100亿帮助饲猪业的基金用途都要讲互详细。总是农委会已经公告禁止国内采用正肉精来饲精生了。为什么不来？不愿意来，不敢来，还是对于民众党我们这样的一个立院党团的国会委员完全不尊重？这我表示非常大的抗议跟遗憾。政府明年开放美猪美牛，初到早起，民众党召开莱克多巴胺规范的公听会，公民团体医师甲饲猪喉咙出席表达操烦。就算讲政府表示会强制标示猪的来源，毋过公民团体认为讲猪肉加工品是真复杂，民众未来可能要家己准备莱克多巴胺的试剂。针对高风险族群、老大人、有心的人的团体接识，做未来中心老人养护中心嘛，应该来入去控管。一个孕妇如果1天吃1副腰子，她其实就超标了。那她超标的状况下，她如果还要哺乳的话，其实会把这个毒性也就是带给下一代。如果没有被检值，也不知道以后铺的量会有多高，我们就没有办法以后去追踪到底进来之后对于台湾民众到底有没有什么健康上面的危害。现场公卫专家质疑卫福部提出来风险评估是7年前的旧资料，嘛无收集对300种的高风险族群上升个人健康资料。头一个受到冲击的饲猪户批评农委会的100亿基金根本就无讲清楚。万一如果让这些厨余再让猪吃下去，以后如果验出来没有零检出的话，请问一下，这个要算谁的？它已经被稀释掉了，所以我们台湾的猪假设不小心去吃到，半衰期大概是6到7小时，绝对是比10 ppb 还少，可能或者是甚至验不出来。针对猪农的记录，农委会表示，100亿基金会分4年至5年以来提升国产猪农升级，稳定猪价。农委会嘛，伫个初正式公告，禁止国内制造300种，嘛袂当用伫咧饲猪牛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先来讲，因为杂志逼出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过去男女感情的风波。早起丁允恭也发表声明，表示讲，虽然报道的内容未必然完全是事实，总是个人的机智行动确实有违背社会期待的。伊也已经甲蔡总统报告，请示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了。再来讲，早起非洲国家索马里兰驻在台湾的代表处正式宣布开幕。外交部交涉部长伫现场表示讲，这是两国中间往来真重要的一卡步。索马里兰台湾的代表嘛表示，两边理念接近，拢是主张民主甲自由，未来一定会加强交流，互相支持。非洲国家索马里兰甲台湾互相设代表处。索马里兰驻台代表穆姆德8月初到台湾了后，就进行居家检疫甲开馆的准备，初到正式揭牌。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目前当时甲索马里兰推动经贸往来上好的时机，这是双边关系真重要的一步。We both
face external pressures, but are both proud of our sovereignty and ready to defend it. Taiwan is ready to work closely with a like-minded partner in the Horn of Africa. From now on, Mohammed, Taiwan is your second home. 吴钊燮表示，台湾甲索马里兰两国拢是因为认同民主自由共同价值，所以签订双边的协议。穆穆德嘛强调讲，未来会强化双方的关系，伫各领域的合作。台湾甲索马里兰是理念相悖的谈判，目前包括伊本人、代表处的人员编制按算拢总5个人，而且会计划招募2个台湾的职员。That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maliland and Taiwan is based on reciprocal, on our shared values of democracy, freedom, rule of law, and justice. It's a special and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hampions of democracies in Africa and Asia. 索马里兰总统阿布迪嘛专讲录影片祝福，针对中国威胁讲，台湾甲索马里兰互相设代表处，效果爱家己担。穆穆德嘛回应讲，索马里兰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无权利干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家发展委员会刚公布第2批前瞻基础建设预算的安排，明年开始连续4档按算5100几亿。啊，不过轻便电车甲铁路这款交通预算的项目，比较顶一期煞对半细。总是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有说明讲，过去计划在内的交通建设拢会继续，是侦查新的开销无列在前瞻预算内底尔。国发会公布精简2.0基础建设预算规划，其中规划的建设预算起用减超过5成以上，引起外界质疑。当初是精简基础建设预算占比上大，列做重大建设之一的轨道建设，即卖预算减对半，敢讲是经过评估了后发现袂当做，所以政策大转变。轨道交通建设的这个计划跟预算并没有改变。过去4年已经列入到前瞻计划的轨道建设都会持续新增的部分，有一些就会放在年度的公共建设预算来编列，预算编列的一个调整。林佳龙强调，讲政策无转变，嘛无任何一项建设改变，还是停止。敢若是预算编列顶悬有淡薄调整，已经规划好的建设也是会继续来做。啊，不过对国发会公布的精简2.0基础建设预算规划发现，这届预算规划大幅调整，其中针对5G、AI 甲半导体相关的所谓建设，由原本的460亿提悬到1382亿，预算增加3倍，占整体预算的16%。另外，城乡建设原本1300多亿嘛，大幅提悬到2431亿，占整体预算要3成。啊，若是轨道建设是对原本的4241亿，减到敢若剩1903亿，预算减对半，无怪会互人质疑讲轨道政策大转变。调整改变，为时也不晚。前疫情的影响跟极端气候的影响，需求不会增加，只会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暂缓这些前瞻轨道建设，评估它的需求性，然后再来看一看未来是不是有它的可行性跟效益性。学者认为，讲受到疫情的影响，甲少子化等等的因素，不急必成的轨道建设，就应该暂缓。国发会表示，轨道建设的期程真长，拄计划研究综合规划到宽屏，所落来搁爱时间测试等等，上基本就爱10天。评估轨道完成的时间了后，才会大幅调整轨道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顶日啊，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下底一个桃园的分部，黄国园党部的主任委员余北辰，去互顶市黄复兴党部下令免职，啊，连带引起桃园市的黄敬平议员宣布辞掉中常委的党务。早起余北辰透露讲，江启臣党主席有主动甲伊回过，啊，前任的朱立伦总主席是表示，党内无本钱，搁再分裂了。国民党搁再发生内乱，原本黄复兴桃园的黄国园党部主委，被看作是军系中生代的指标人物余北辰，因为几多遍伫咧直播批评黄复兴的党部，伫进前和黄复兴党部的主委免职。余北辰伫咧催稿上广播节目时阵讲，党主席江启臣伫咧代志发生了迄暗有敲电话甲回失的。讲伊家己是无负责任的党主席，完全无掌握到这份人事令。他觉得很窝囊，他觉得他自己觉得他很窝囊，他很失职。军系拥有了这么多的黄复兴的党员票，如果你把余北辰留下来了，我张幼霞走，看你吃不吃得消。你要拥抱年轻的这个退伍军人族群，还是要我这些资深的老将？余北辰被免职，引起黄国园4位干部集体请辞党工的职务。
身兼中常会职务的唐志源、黄正平也伫 FB 宣布是中常会，讲这件代志是国民党要甲家己冰河岛摆脱无共的声音，互人真心寒，也未接受党内慰留。涉及到长官的批评，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那我们政党呢也是要有开放跟多元化的声音，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好像不同的意见你就要赶尽杀绝，影响到这个我们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一些声誉。对此，前党主席朱立伦讲，国民党怎么无内乱的本钱？国民党哪有资格内部斗争啊？国民党这已经够惨了，外界的喜欢见缝插针也好，或者是喜欢做文章也好，一笑置之。对党内中评委画出2024年总统大选韩主配，朱立伦是轻轻大过，讲怎么应该关心的是美国独霸问题。伊也强调，党内若是要就人事的问题一直弯，不如甲现主席的工作做好，国民党就要团结，才有希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大消息，美国迪士尼电影公司开销2亿美金大制作的电影《花木兰》上档了后，引起真侪反对的主张。头先是女主角刘亦菲过去伫咧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中间，就一再拢徛踮警察迄边。即几日观众阁发觉讲，电影片尾感谢的对象竟然有侵害新疆维吾尔民族的人权，遐中国的政府机关。这是迪士尼开2亿美金。本来定今年3月世界首映，却因为疫情延后的电影《花木兰》，伫电影最后的感谢名单出现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加吐鲁番市公安局等8个新疆政府单位。发行社报道，就伫大家关心好莱坞克服伫咧中国严格审查制度了，花木兰这个特别感谢引起新一波的不满。另外，电影的女主角中国女明星劉亦菲也不公開支持香港警察被抵制。兩碼子嘅事根本係相反，其實係真係好諷刺咯。香港前政治秘書長吳志峰就希望大家莫去看這部電影。Especially how Liu Yifei and Donnie Yen are the two celebrities in China that endorse police brutality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we realize how this new Disney movie also give the special thanks to the Xinjiang government who set up the re-education camp. 花木蘭拍片地點新疆，正是幾多年來和國際社會批評，涉及侵害維族人權的在教育營所在地。華盛頓郵報記者石虎喺專欄內面講。迪士尼感謝新疆公安局一個另外4個政治宣傳部門，而這個所在正是發生全世界當前上關心的人權侵害事件。也就是講，迪士尼感謝的是這個新疆實踐種族滅絕的政府機關。電影《花木蘭》涉新疆的問題嗎？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再教育營，新疆依法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是為了預防性反恐。發行社報道講，今年8月，反審查組織 PEN America 一份報告就講，編劇這片導演連連修改劇本，刪除一寡場景甲內容，以片面去觸犯中國的審查權。也就是講，包括西藏、台灣、香港這寡政治敏感的話題，全部攏未去講到。有一位住佇咧澳洲的中國籍政治漫畫家巴迪考講。迪士尼根本就是雙重標準，因關心西方社會議題，譬如講 Me Too， 黑人的命也是命，不過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是當作無看。記者綜合報道。同款美國的消息，科羅拉多這週禮拜四氣溫才稱懸，可汗到34度。上在講對加拿大落南的冷空氣一個到地，短短一天來熱天變冬天，溫度降落來到-2度，甚至連霜勢也降落來。加州這邊是樹林內野火倒賣哩，今年已經燒去將近1/4的台灣這麼寬的範圍，這也打破永過紀錄。戶外氣候感覺色的煙規個大條咧，空氣當中朝朝攏是火霧。美國加州野火的季節，今年提早佇8月份到位，高溫甲大風，互火是燒甲愈猛。今年到目前為止，森林炭燒的面積已經創下歷史的紀錄。118,000 acres were burned in 2019 by this time last year. You can see close to just shy of 2.3 million acres
have been burned this year. That this is historic. This is the largest fire season we've had in terms of total acreage impacted in some time back recorded recent modern history. 加州才当要进入野火的高峰期，不过目前已经有超过14000的消防人员，甲23场的野火咧车拼。今年初到达，敢若比去年加2600件的野火，不过炭烧的面积是去年的19倍，会使讲已经烧掉要1/4台湾的面积。旧金山湾区有2件大型的野火，炭烧3礼拜了后，火势有受到控制。 不过，拜六礼拜加州出现热浪，洛杉矶测到有记录以来上悬的温度，摄氏49度。中部的西耶拉国家森林，初时过一天大火就炭烧24公里远。 Erratic winds basically push that fire in all direction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we've been having to deal with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days. Obviously, the record-setting heat that we had over the weekend, we continue to have. 科罗拉多州嘛，伫个礼拜出现热浪，首府丹佛破纪录，连续73天的气温超过摄氏32度，拜一的气温要到34度。不过受到加拿大冷空气的影响，短短24点钟内气温向降到摄氏2度，户外还佫有落雪。南达科他、怀俄明、犹他，还佫有内华达州，拢出现热天色。美国气象局表示，时速56公里的阵风会持续影响当地，一直到拜三，按算累积落雪量会达到15公分悬。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上届新的消息，先来讲康恩文教集团的董事长李万杰，顶日去中国出张，倒转来台湾本地是家己爱隔开14天观察健康，结果伊唔拿入去家己公司开会，佮出门运动，喙安嘛拢无挂。经过新北市卫生局调查，按算要处分伊50万的罚金，昨啊嘛已经将伊送去集中检疫所隔开了。 虽然已经60几岁啊，也毋过依然有运动的习惯，每礼拜都会跑步、游泳、骑脚踏车。伊是康健无教集团的董事长李万杰，几天前自中国出差回来，和集团主管的亲友表讲，伊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4月拍照，唔能去新店的总公司开会，也出门运动，竟然变做防疫的浪旁。他是在6号、7号，有个别外出1次，那所以对于这个外出的部分呢，因为都有大于2小时。新北市卫生局讲。 李万杰这个月初5自中国回来台湾，按照规定爱居家检疫14天，应该是到19为止。不过警方调监视器发现，李万杰无遵守防疫规定，出门几多遍，而且出门时阵拢无挂水烟，会依照现有的事情对伊罚50万。 伫初尾案已经甲李万杰送集中检疫所隔离。我们综合考量他这个外出的次数时间以及地点还有他未戴口罩的这个风险状况那时候我们依现有的市政，我们会对他裁处50万元。对外界质疑李万杰脱离电子柜的智慧监控系统，为什么警政系统无发出警报？卫生局讲，有可能是当事人出门时阵无插手机啊。 以后会做检讨。因若是李万杰出门时阵有接触偌侪人，深受济大众运输，也怪调查。李万杰也透过公关部门会室咧，讲其做无好的示范，以后会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立法院通过再生能源发展条例，要求含台湾电力公司契约用电5000瓦以上者的大主客户，都要到负担建设绿色能源，若无就是爱纳代金。 不过环保团体当时讲，若换规定契约800瓦以上的客户，对象就会加10倍出来。总是经济部能源局也表示，政策是注重讲先爱有人提头行，刷落去会阁检讨。李蔡总统宣誓，2025年要让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20%的目标，还剩5年。环保团体指出，再生能源发电条例所定的用电大户条款太过松，还规范5000k瓦以上的用电大户只有506间，并不是法令所列管的能源用户是800 k瓦以上，总共5400间。 他们光是这个发电的部分，就造成了30%的碳排放量。那同样的呢，在这个用电大户条款里面呢，它只需要去完成0.36%的这个减碳的贡献。 对经济部认定，这就是尽到企业的责任，环保团体真歹接受。但经济部能源局解释，这500瓦户5000 k瓦以上的用电大户的用电量占全台湾的50%。那去800 k瓦以上，虽然有超过5000间，但也增加1成的用电量。为效益甲执法顶头来看，会先安尼推出，2年了后才过来做检讨。
我们在草案规定里面，基本上2年就来做检讨。我们不排除未来会往下来做调降的部分，建立一个示范效果，就有这种母鸡带小鸡的效果，来达到比较大的一个效益。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名一期条例当中完成规范，政府机关等等爱使用一定比例的绿电，但主法确定有要求政府机关等等伫新建、增建、改建公共工程或者是公有建筑物的时阵，要优先装置相关发电设备。对现有的建筑物，敢讲就毋免管理。能源局解释，现有的建筑会透过另外行政措施来要求设置，并毋是毋做，强调政府机关会带头来示范。记者林俊文5月报台北报道。刷落去关心教育的消息，台北市树林街一间私立的凯斯幼儿园，去互几两个幼囡仔家长出面逼讲，旧年度老师会举棍仔拍人，甚至佫举家刀威胁要甲囡仔夹喙齿，恐吓讲转去毋通讲互爸母知。幼儿园这边是表示讲，迄个老师目前已经离职，市议员要求教育局都要重新佫调查实情。什么时候打你的？每天吗？下课的时候。那是哪个老师打你？公主在 A 号。家长陈小姐放出甲囡仔对话的录音档，公布私立开始幼儿园伫咧2010年到2018年之间，上无有2个老师捌用棍仔拍囡仔。我女儿都是拿用这根棍子，比这个宽一点点，厚一点点，就一直打你，一直打你，打手。我女儿跟我讲说，她被老师恐吓。说你如果讲出去，你爸爸妈妈会死掉。还有另外一个家长陆小姐嘛，提出家己囡仔脚黑青相片，指控过去伫咧开始幼儿园去互老师不当管教被3档。有多位小孩后来家长试着去问出更多的事情，才知道有小孩吃得太慢，老师会把他们拖到隔壁班，在拖行的过程中，小孩子反抗就会撞到。小孩子上完厕所洗手回来，老师会闻他们的手。看有没有肥皂味，有小孩因为老师闻不到他手有肥皂的味道，就会从抽屉拿出像这样子的剪刀，叫他们张开嘴，舌头伸出来，说：“你下次再骗我，我就剪你的舌头。”初九早起，市议员陪超载家长举办记者会，指控教师离谱的行为。毋过2019年向台北市教育局检举了后，幼儿园无受到处罚。打电话去幼儿园柜台人员，敢若表示，去向指控的教师已经离职。他是已经离职了，是不是？对他其实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议员要求台北市教育局重新启动调查定序，而且进一步检视幼儿园其他分校敢是有超收学生，因为家长做回清点官方网站顶悬的活动相片，发现若像有违规超收的状况。但是去年8月份教育局去稽查的时阵，囡仔互带去其他的空间闪避。记者综合报道。幼囡仔讲完来讲国校，教育部当年都会经囡仔资烧送予国校1年的学生。今年有经到一本《国王与国王》，这也引起无共的民间团体一人一说。家长会长的联名这边是直接破讲，这本书无学1年的学生落去读，教育部就要主动回收。毋过彩虹平权大平台这个团体，因是主张这册内容分明是咧教人性别权利平等，因是真赞成。王子要选公主，毋过对这个对象拢无兴趣，颠倒是甲伊一个公主的哥哥，而且结婚。全国家长会长联名邀请13个家长团体，表达因是真烦恼，要求教育部爱主动收回。我们班的家长们都要求老师退书，老师也认为这样的书籍根本就不合适这么小的孩子。这个联名认为讲，按课纲的指标适龄认定，国校1年囡仔爱熟悉无共性别、身心移动，教育部却无遵守。后一代幸福联名等等的团体，嘛要求教育部爱遵守公道，反对国校和国中有同性恋的教育。那么把同性婚姻连接到幸福美满，并且被众人祝福，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问题。一个孩子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愿景，会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业者强调讲，这是性别平权的绘本，无适龄的问题。高雄市专任教育家长协会理事长是讲，绘本无鼓励同性恋，是用熟悉来取代歧视。
因为这本书，我们也谈到了同志受到的歧视，同志争取婚姻的不容易，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做。他们希望 LGBT 的议题能够在学校的教材里面零检出，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妥。我们反倒想要求他们能够把这一些对于性平的歧视的一些言论，才需要零检出。随机发送的故事册，这几日却引起议论。教育部搁再强调讲，这是咧讲多元差异的绘本，若是学校有需求，会当伫11进前用加体册的方式来换。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到南来讲，台南市第2分局管辖的范围内底，酒店娱乐场所有较侪。同一间 KTV 的酒店，一礼拜内就发生3摆烧拍，这嘛引起外界咧议论讲，警察人员的骹手敢是会较不足。市府警察局也表示，已经有甲中央申请增加编制。若有治安问题，就近的分局派出所嘛拢总会互相调度，即时解决。大批民众聚集伫咧酒店外口，警方赶去现场处理纠纷。但是，这间酒店一礼拜就发生3变烧拍事件，互外界质疑讲治安是出问题。实际来到台南市属于第2分局的海岸派出所，透早员警就赶紧出门要处理勤务。规个派出所敢若剩1个员警在当值，编制嘛敢若剩21个人，加上轮班甲休困，互人质疑讲骹手是无够用。台南市警2分局出面说明，如果有治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会启动快打的部队来处理，那也就是由邻近的抛手跟邻近的分局这些联防机制来处理。开真侪酒店的所在，大部分拢互警方是头壳摸咧烧，加上行政院长苏贞昌真侪便公开说明，若是有烧拍的治安事件，警察局长就要落台负责，各县市的警方拢配备甲真严。但是台南市的警力甲其他5都比起来，确实较少。面对这个情形，台南市警局嘛表示，已经提出警力的需求，嘛强化快打机制。我们在10月份会请增警力110人，到10月底以前，我们的这个预算员额，就是我们整个警察局的组织规模，会从4362人增加为4472人。届时这个各分局的分驻派出所的警力相对就会增加。台南146间警所内底，有71间的警察是无到10个人，这款人少的比例是6都第1名。除了市区的警力是真严以外，伫原本的台南县，甚至有1个警察爱顾规间派出所的情形。目前透过合并合署的方式，扩大而且增加辖区的治安维护任务。受理民众报案可立即派遣警力到场，缩短这个处理的一个时间。警方维护治安，保护市民一直是拍拼咧做工课。虽然按照目前的警力甲状况来规划各所的勤务，但是嘛难免会拄到骹手无够用的情形，确实嘛互基层的员工一粒头2粒大。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看完，咱来看高雄。高雄市基山区大拿里的农地挖出真侪业者非法逮落去，炼钢业的转炉石甲废弃物。8月底因为大雨，佫摄出基层卡真重的水分。环保局已经冻发当初有申请用到这块农地环保业者，佫要求迄3间公司都要负担清理废弃物的费用。毋过对方嘛有主张讲，在因咧看，真侪是别人囤的，竟然嘛要求因都要坐销。这个所在出现一片真无自然蓝色的水池高雄市基山区大拿里的农地，去用带真侪转炉石，还佫有不明的废弃物，造成当地水质甲农地污染。最近落大雨了后，佫摄出真强的咸水，业者为今年4月开始清理，不过进度真慢，嘛无认真处理。不符合清理计划规划的那些内容，我们就会废止他的清理计划书。那后续会再针对所有的清理义务人。请他们缴交代履行的费用89亿元。环保局态度变大空的，除了污染农地部分，相关会罚300万以外，嘛要求万代公司执行当初讲的清理计划，3年内要甲非法掩埋的转炉石全部清好了，而且伫第1年达到清掉10万吨的目标。环保局认为建发、万代甲中联3间公司拢爱负清理的责任。我们原本回填的数量。依销售单的数量是在99万多吨，实际上经过检测，包括开挖深度，可能来到将近400万吨。那这个跟我们当初预期会是回填单独只有我们的东西是落差很大的。万代公司回应讲，因为挖开了后，发现台底下底的转炉石，甲因捌运输的配料数量差真济。目前已经甲环保局反映，希望调查了后，会当互因一个较明确的回应。而且因认为讲，环保局是因为10年的清理计划，
无符合市民的期待，所以才会甲清运的年限缩短做3年。万代公司表示，若向加速开污甲移除的机庭，会增加现场劳工安全甲污染环境的风险。希望双方拢会当去做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新德县花山乡中华街和省道第3线的搭界，这几日排水沟的气味真臭片。一个探早落去，才发觉水面拢靠乌油带，尤其这条溪下游，阁是接对上坪溪和游乐溪迄头去。在庄的民众也烦恼讲，若无紧找出漏油的源头，惊的是会影响到环境。排水沟啊顶悬铺着一层满满的重油，现场阁闻到臭味。新德县花山乡区民众发现，我第3线的排水沟啊，水面上铺着一层的垃圾油。环保局到现场调查，初步了解，确定是重油污染。闻起来像什么味道？像那个柏油。哦，然后我就说啊，我们就来看看吧。结果下面都是一些油垢。因为上方呢，几乎都是住宅区哈，有仅少的一些的工业工厂在那边。那这个油污呢，看起来是属于重工业用油哈。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同了警察跟我们环保单位查出它的来源的方向在哪。环保局表示，顶油敢有2间仓库，甲1间木材工厂，漏油现场已经使用蓝色锁、汽油纸清除水面上的垃圾油，而且已经在排水沟边仔找到漏油的地点。目前当个厘清地下线路源头，找出漏油点，以滤出重油来源。针对污染源的部分呢，今天呢我会跟对中油啊，或者是一些养护单位的管线进行实际的一个现勘到底看看里面是不是真有相关管线或者埋有相关物品。那我们会持续追查那个污染来源。环保局请附近的民众提高警觉，若是有发现其他的地点出现着重油，还是闻到油臭味，会使量早通报反映，后续卖录漏油的来源。记者张君和新德报道。新德往北来看桃园，桃园市政府已经开始动用全国头一只，伫咧街仔路顶行侦测机车、汽车噪音的翕相车。等到今年10月，新的法律规定起行了后，若阁有汽车、乌托邦扰乱人行，发出超过标准的噪音，翕相了后，就当直接处分车主罚金了。结合噪音计、麦克阵列加车牌辨识摄影机，桃园市主题高噪音污染增加执法的新工具。建造全国第1台高噪音侦测翕相车，会让同时侦测几多台车的分贝数，用 AI 大数据分析，锁定高噪音违规车辆翕相开单。矩阵式的那种麦克风有32个麦克风，它可以同时锁定哈，然后结合 AI 就马上进到我们的车牌辨识系统，超过86分贝，那直接照相，直接就开罚。桃园自从升级了，积极推动宁静交通。除了环境间联合稽查主题车辆的噪音，106年度告发1576台，107年度告发1296台，108年度告发1267台，也利用声音侦测翕相科技执法，连续3年主题噪音车绩效全国第1。过去是路边拦检，那我们现在改成科技的这个噪音侦测的系统，马上抓，马上测，马上罚，那这有更高的吓阻力。环保局讲，目前噪音违规科技执法翕相无法度直接开单，车主拢伫咧接到告检进前，就甲原本违规的装置拆掉。点过自10月开始，中央法规修正实施，未来汽机车噪音超过标准，会当直接翕相开单，罚1800到3000，结果再通知车主告检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违规，电火条哪会踩伫咧大路顶？咱来看台中市昌平路3段到宽中路这节300公尺内就有4支电火条，设伫咧慢车道顶悬，不时都发生有车要烧闪，煞发生车祸。早起台电的人员和市府的交通局，佮有在庄的里面做伙会勘，尽量设法要甲即寡有影响到的电线改行地下化。这条车路有12米宽，车流量真大，但是电火条仔就伫咧慢车道顶悬，无论是行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为着要避开电火条仔，拢必须要驶过，看起来是真危险。台中市潭子区东埔里昌平路3段到宽中路路段，车路拄15米改做12米，4支电火条就全变伫车路顶悬。居民讲，顶个月都有6件车祸，平均1个月有1件至2件。行路就去弄掉啦，
迄算路中，你若伊早因无开工场，迄算路边正常。今日出车祸啦，只，讲要小闪就崩了都车祸啊。当地里长表示，这款的状况困扰地方10多冬，反映真侪改拢无效，要向台中市政府甲台电来提案，甲电缆地下化。会勘了后，台电初步同意要改善。刷脚踏车直接出去，何不如把这个电杆移除，把电线地下化，让的交通更顺畅呢。那边有一个大排，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水沟，这2个部分就是会要做。要推进了哈，那个沟都比较深哈，配电场所放置问题了哈，就是把电杆放在地下的话，就是要放在有公共地方最好，历代是可以。台电甲台中市的交通局、建设局等等的相关单位，找到早起来现场会勘，嘛进一步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台电表示，若是会当摕到变电箱设置的用地，就当来进行改善工程。施工的期间会去影响到交通，到时阵嘛要请民众体谅甲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看完来看婚林县农林渔牧产业的总生产价值已经连续5冬排伫咧全国第1坎，因为种人拢真下心情。县内农会表示，讲农民种植的管理一再咧改善，当年收入都有增加。县府的农业处是讲推动县内优良产品的行销有成果，然后消费者会当了解农渔产品的源头，当然买了就会愈安心。透过启动农会课程。将上课内容落实到参工的管理，互当地种印菜的农民每间拢会当有菜收成，增加收益。农会收入嘛一年比一年增加，希望未来阁透过无共产业结合，互各领域的农民收入更稳定。包括产销，包括供应链，我们看到了他们整个的收入的提升。我想这是这几年来我们对于不管是青农，不管是产销班，整个农会，整个这个农业界，我们所辅导的这些农民呢，他们的收入的提升。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去年云林县农林渔牧总产值792亿，连续5年摕下全国第1，比屏东县678.4亿，加出113亿。双方差距头一届突破100亿。对此，县政府表示，透过云林良品的行销，拍出品牌，让消费者更加安心。透过云林良品，让我们的品牌让消费者更有信心。那同时，我们也严格要求生产的品质的部分，我们有透过3张 EQ 的方式来要求农产品。所以，我们农产品不只是量的提升，我们针对质的部分也有提升，已经每年都增加2亿到3亿的增加。农处表示，过去几年来，云林县和屏东县拢会竞争农业第1大关。但由2015年开始，云林县已经连续摕下5年第1，其中各以蔬菜产值每年稳定成长，加上这几年来蔬菜价销一直咧起价，让云林农业产值稳定咧第1名。记者云林报道。来看东部的消息，秋天是虎头蜂的生产期，这款蜂性情歹，叮到人会引起性命危险。过去虎头蜂的蜂收拢是消防人员来咧办，不过自2冬前开始掠蜂掠蛇这款业务，拢换农委会补助经费，互各县市去发落办理。明年农委会就无要搁再补助这条钱，台东县府说讲，时到无定，就要杨志刚来斗3工。台东布农族的猎人吉亚努侧背伫咧武陵部落附近，甲即个会危害族人的大虎头蜂的蜂收处理掉，要甲60公斤重，去互忘掉的蜂收内底可能有2万多只虎头蜂。因为秋天是虎头蜂的生产期，为着要保护蜂仔囝，因会变甲真歹，看到人的攻击，互电甲伤严重的死去。他们看到人很远，他的家很远，他就开始屁股都一直要弯的，要咬人。毒蜂毋是一般人会当做的，过去民众拢是请消防队员来毒蜂，毋过从107年开始，中央甲毒蜂掠抓的勤务交予农委会补助经费，互各县市来执行。毋过台东县的财政有困难，今年地方预算加上补助款200多万要发包，可找无厂商来做。明年中央无搁补助这条经费，县政府讲可能敢会当请志工来毒蜂，毋过目前也是先协调消防局来处理。真的不行的话，我们也会来跟我们可能县里面的一些包括志工啊、义工等等的这些来合作吼。台东县消防局统计，今年1月份到8月份，毒蜂的勤务总共有546件，但那8月份都有227件。若是台东林管处今年到达，每件甲林道内10个直径80公分以上的虎头蜂蜂收处理掉。林管处呼吁民众，秋天若是去山区活动，爱穿浅色的衫，而且避免喷蜂水，随时提管警觉，离蜂收较远咧。记者综合报道。
咱话来讲，今年度文化部台湾文学奖摕到台语现代诗创作奖的是杜信良先生。这摆参加比拼的作品诗名叫做《你留伫岛仔顶的纸条》啊，内容就是咧写香港反送中运动老爸对查某囝迄款唔甘佮钦佩的心情。啊，杜信良用爸母话写诗写文章的苦心，也真值得咱做伙来听详细。我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人理解讲语言啊、政治啦，甲咱的未来其实是某种程度是合作伙的物件，迄是无法度分开的。 2013年，杜信良辞掉鸿海集团工程师的工课，结束7年无眠无日、无营写定式的生活，返来故乡台南陪妈妈，伊也成家放慢脚步，才开始用母语写诗的旅程。2013年开始，差不多年底开始写台语剧，尾啊拢逐档拢参加文学奖，袂输感觉心内有话。 无通透安尼，就是想要一直写安尼，一直写安尼。杜信良对母语出发，伊若写诗、写散文，伊也写歌词。我敢若点点头咧咧，惊人甲阮去笑口水。啊哈，有魂无体，心肝碎。 虽然毋捌受过正式的台语教育，毋过为着要甲母语捡回来，杜信良积极参加台文笔会，和侪侪作家前辈交流。去年，杜信良因为听到香港朋友的查某囝伫咧反送中的抗争遭遇不幸，全过身，伊就甲香港少年人争取自由理想的姿势，写做这条号做《你留伫岛仔顶的纸条》啊台文诗，这也是今年台湾文学奖创作奖台语新诗类的头名。家己嘛有查某囝嘛，2个查某囝，啊看电视啊，佮朋友的朋友诶查某囝发生这款的代志。 是感觉讲足艰苦啦，啊，因为香港人无法度家己做决定嘛，问题是咱台湾人佫有法度做决定。啊，我是想讲，我有这个义务去甲这种代志写了。杜信良用心写作，找找母语，伊的牵手拢看在眼内，因也同齐打造全母语的家庭。一开始是爸爸坚持，落尾我感觉这应该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 因华语真学伤紧啦，互我真感动是看说家己写作品，才甲家流目屎。其实我唔敢笑想讲，还是唔敢讲我家己有遐大的才调才华，去更较写更较好的物件出来。对我来讲，我上大愿望就是讲，我会当互我的查某囝继续讲家己的母语，安尼我感觉这就是我上好的作品啊。 杜信良甲对生命的觉醒、甲追求，变做一条搁一条的台语诗，打动读者的心肝眼啊！伊也望未来妈妈的月语袂乌云大雾，会当有云开天青的迄一日。记者阿敏真有事台南报道。 再来讲，进前台北市立国乐团有推出一出歌曲，名叫《我的妈妈欠栽培》，内容有用到歌戏南北管来演出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啊，因为反应确实好，当台北市立国乐团邀请导演、编剧、演员出面和观众做伙座谈，也望讲台湾的歌曲会当再三经过继续试验，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咱发展的时间已经到，小小的战争嘛会出头。 一字一句唱出台湾的日常生活。这出我的妈妈欠栽培，结合歌戏、南北管，也有咖喱戏的元素，展现出上在地的台湾故事。所以伫这边写的时阵啊，我放真侪元素落去，包括讲规个伫歌词一直到台词，拢有押韵的那物件，其实迄就是歌戏的四句连啊戏。一个人管百外口，阴茶立草，饲猪险狗，所以这种的妈妈吼，就是咱台湾的妈妈，伊拍拼敢若痛苦，
我的妈妈欠栽培原著作者杨富敏是台湾文学界新生代作家，连续2出作品登上电视剧和歌剧舞台，嘛互伊看到文学无共的呈现方式。我是完全无共款的一个形式嘛。那电视咱讲的，大家你得要疯狂的重播。可是这个虽然说伊即马有出 DVD， 但是迄现场的感觉是很震撼的。这出歌剧去年演出真受到民众欢迎，台北市立国家团特别办讲座，和民众分享制作的过程。无共领域的合作，尤其剧中的作曲家颜明秀嘛表示，其实这出台湾歌剧无法度用西洋的角度来欣赏，嘛袂当用台湾传统戏剧来定义，因为就亲像台湾多元的文化共款，是一个元素相结，变成咱家己的台湾气口。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台湾的地球品种真侪，因为海拔悬低、气候收冷有前差，地表的气味也拢无同。咱来看南投民间遮一个青年农民陈上川，采用180领的地米配合中华花坛的木棉花做伙落去烘。这款花茶也来摕到今年比利时的国际比赛饮品地球类2星奖的好成绩。认真有耐心地处理地米，伊是陈上川，大约伫10年前回来故乡接触来做地事业，而且拍拼求新求变，伫种侪地米的气味中烘出特殊的香味，嘛会伫今年的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赛中摕到饮品地球类的2星奖。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让它有足够的一个量下去熏制它才有办法去焖出它这个花香，对，然后还要变成说次数也要再增加，对，那在体力上啊，然后还有这个时间跟这个烘焙的这个成本啊，会比较重一些。前辈起的土是红土，而且气候嘛真适合地球的生长。为着要将家乡的好茶推广出去，陈上川甲太太改良试验，用前辈起出产的好茶，加上花坛的木棉花，烘出来的茶气味特殊清香，嘛受到国际肯定。透过一个国际性的评比呢，能够让我们视野更宽广，而不是说只有在当地台湾的比赛。那可能我们就是着重在台湾的口味上面的精进嘛。那透过不同的像米其林主厨他们那些国际的那一些的鉴赏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其实风味是可以多元化的。因为在松柏岭来讲，都是以茶为主，你一定要想出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啊。算是茶的特色，以及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累积多年的烘茶经验，让陈上川头摆参加比赛得奖，厝内底人嘛替伊感觉骄傲。陈上川表示，未来继续打拼，开发无同款的产品，让台湾茶的好气味传千里。记者综合报道。民间看完，咱来看鱼池乡，这一个种咖啡的农民陈添阳先生，本地是槟榔的大盘，就是50岁迄年无意中啉到厝边所种的咖啡，撒到这款芳气，就安尼下决心改道。但陈先生今年65了，伊也已经连续3冬摕到日月潭精品咖啡的头顶和特顶奖，真是来转变做种咖啡的高人。南投镇鱼池乡的咖啡农陈添阳兄弟冲咖啡，伊种咖啡豆已经15冬啊，对叶肥、接花、挽豆、桂茎、桂香，逐项伊拢真内行。啉到伊煮的咖啡，众人是拢学了解得知。很浓郁的感觉，嘴巴还有果酸的味道，花香味，然后会回甘。对陈添阳的脚步行入去伊的咖啡园，所有看会到的树丛，拢是用树花接树花方式成长。伊讲安尼发出来的树花，就较够适应环境，会当抵挡白虫害。陈添阳也说出种咖啡豆伫咧落肥的时，就有一个美感。咖啡就是爱矿物质的，你矿物质较悬吼，伊的豆啊较甜较甜。它是一个蛮特殊的庄园。非常厉害，非常令人敬佩哈！包括它轮收、轮种、砍头、嫁接。
在一当前，陈天勇对卖槟榔转正咖啡，即卖伊60外岁啊，毋若小煞3年，摕到日月潭精品咖啡的头顶含得顶奖。即阵伊也继续开发新的品种，要主张继续用较低的温度来烘豆仔，互豆仔内底合作氯原酸这种天然的化合物，伫咧分解了后较袂涩袂酸，互人啉会到咖啡的原味，也兼顾健康。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各县市多数拢是侪云到好天，啊，毋过外岛、澎湖、金门、甲马祖有诶落着短暂的阵雨，甚至是雷公雨。啊，另外台湾北部、东半部阁有瓦山的地区，过昼甲下晡，啊，同款都爱注意会有短暂的阵雨。下半部天气的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5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7度到34度。金门、马祖、澎湖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仔的天气吼，暗时开始会凉冷，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白露汉字写作白露，罗马字写作宝诶白，罗乌罗，白第8条。露第7条，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这个时阵的透早时啊，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叶啊顶悬拢有真侪露水。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气温初低，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所以这季来到白露，早暗会较凉冷。加日时的温度真差较济，弟弟妹妹，你若日时啊足热，穿较少啊，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较袂去冷着哦。白露这个季节，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因为雨季拄过，稻啊需要露水。才会有够野的水分，通顺势大长。俗语讲白露草甲地后，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较无雨水，草啊就会自然孤单。伫白露这个季节，要安怎来预测天气？真简单，只要白露一天，透南风，像安尼。安尼，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涂骹不时就会澹澹。有一句俗语，白露南，10日9日澹，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会使记起来，
等白露迄阵啊，观察看卖就知。白露即阵嘛是油啊、鱼啊、来啊、加卡白笋，当咧大出的时，还阁有桂花。这时嘛开甲真水，市面开始咧卖月饼，一面食好料，一面赏花，真享受。钓、白露、露水、焖冬、挂龟、白露草、家己熬、白露蓝、10日到日淡。早暗凉凉，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